哟，这昨儿一晚彻夜未归，是不是有什么艳遇啊？我就说嘛，这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空留处男身？要不你跟我说说，我帮你分析分析，不收费啊？喂，爸爸，我对不住聪明，我跟别的妹子睡在一起了。喝酒误事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你去北京不仅嘛把媳妇带回来，还乐趣一身的风流债。啊，大女主义的女人太多，你要小心。现在的女孩啊，太拜金了。哎，那个女人是不是打我们养殖场的鱼呀？我竟然和那个乡巴佬酒后乱性，气死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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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小姐，您没事吧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不是，是楼下有位姓唐的先生说找您，要跟您谈谈。我和一个乡巴佬有什么好谈的？混蛋出去！滚！陈梦，你看，新鲜出炉的钻石侠宣传照，一部摆大爷的谱，看起来还蛮帅的嘛。本来就很帅，好吗？在我的悉心调教和改造之下，你真是脱胎换骨啦！连这么自恋的话都可以说得脸不红心不跳。对了，迟墨，你有空吗？明天陪我回韩印那一趟吧。过2天我要参加钻石侠的发布会，我想回去拿一件礼服。我明天直接带你去买好了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唐花上次搬空了一整间服装店，那么多衣服都堆在我的房间里，到现在连个放的地方都没有。唉，遇上我这么穷的主人，也是苦了他们了。哟，这不是郑大小姐吗？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。要不我陪陪你？滚！别介呀！哎，听说你被迟墨给甩了，这算多大点事儿啊？他迟墨前脚能甩了你？哥，我现在就能娶了你。娶我？你算哪根葱？滚远点，别恶心我！你以为你郑宝珠自己的名声有多好啊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，倒贴人都不要。我看上你是给你脸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想干嘛？我就喜欢你这火辣的性格。干嘛呢？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，要不要脸呢？哟，郑大小姐身边的护花使者还真是不少啊。不过就这一型的，这也太磕碜了吧！给我闭嘴！赶紧给我滚！我要是不呢？哥们儿，告诉你，这英雄救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上！你郑宝珠，给我等着！
宝珠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打电话问你的女朋友，她说你在这儿。你是李小龙的粉丝啊？是，但是我还会我们家祖传的唐家拳法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就昨天晚上那个。昨天？昨天？你第一次啊？哎呀，你小点声。我真的对不起我们家聪明。刚对你有所改观，你就自毁形象？别哭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看那个好聪明啊，就是脚踏3条船的心机女，扒上你和宋小小还不够，还想勾搭迟墨。你凭什么说我们家聪明啊？那个迟墨、宋小小，他俩有病，我们家聪明就是被他们俩骗了。唉，我看这个世界上，男人的话不可信，这是一个男人信用度严重下降的年代。那我不是啊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就很专情，只是我们家聪明没有发现罢了。唐花，你这个样子，你不得不专情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老板，一会儿您要见的就是您之前宽大处理的后勤部的李先生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亲自对您讲。李先生，这儿。哎，坐。哎，迟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件事儿全是我的错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没事儿，您别放在心上。我听说您今天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。3年前我在市场拓展部管理那个大客户资料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件很蹊跷的事儿。有人呢盗用了这些资料，让那个郑氏集团抢走了本来应该属于咱们的单子。老董事长出车祸前呢，这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当年呢，他还租用了银行的一个保险柜，专门存放那些调查资料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但是今天我们的谈话，我不希望您再跟任何人谈起。当然了，我还是有分寸的。你忙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金秘书，咱们就继续调查，只要查出当年那个保险柜以及里面的资料，我们就能查出凶手。好的，老板，我现在就去。狮子座流星雨即将结束，在季末，最后一场较大规模的雨阵将在今晚来临。宋小小，赤膊，我现在力量越来越弱了，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啊？我正在慢慢痊愈。宋小小，你要面对现实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爱上聪明？是。你有我这么爱他吗？我比你更爱郝聪明，可是聪明不爱你呀，是吗？我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爱上你。赤墨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没有存在的价值，我没有存在的意义吗？
你为什么要剥夺我唯一存在的价值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了，聪明绝对不会爱上你。还有，我要见聪明，我要见医生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怎么了，迟梦？迟梦，你这边也看一下我。迟梦，宋小小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给我回去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迟梦？我必须现在出来，我要见聪明。找医生打电话，让他快过来。这么说，小小她消失这么久，是因为迟梦的戒指已经进行了一次消磁。虽然说对那个戒指进行过一次消磁，但其实效果并不大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。问题的关键是迟默的心理问题，只有当他的心理创伤得到治愈，他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。最近宋小小一直被迟默压制，代表着迟默正在逐渐治愈。他是主人格，相信经过这么一次创伤，只要他挺过来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也就是说，宋小小可能会从此消失。医生，有没有折中一点的办法，让两个人格和平共处？我是医生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治愈，而一旦治愈了以后，两种人格只能留下一个人。如果宋小小留下，那么消失的就是迟默。难道郝小姐真的希望迟默消失吗？不，我当然不希望迟默消失了。迟默，你醒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？聪明，我回来了。小小，你真的是小小？小小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小小，你看你都已经1个多月没有出现过了，我差点就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那我这1个多月没回来，你没有忘记我？怎么会？当然没有，我每天都给你发微信了，不信看。是吗？嗯，没有骗我啊？好聪明心情预报，今夜到明早想你，预计下午转为很想你，受此情绪影响，傍晚将转为爆想，此类天气将持续到见你为止。看来某人真的是很想我呀。聪明啊，你说我这1个多月没回来，感觉还有点疏离感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考验一下你，看你有没有忘记我的一切。好啊，你想怎么测试？那就出题吧。我问一个，你答一个，只要说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。好。OK。宋小小吃桃子过敏。不是。宋小小喜欢吃椰子。是。宋小小晕血。不是。宋小小恐高。是。宋小小喜欢西装。不是。宋小小喜欢喝酒。是。你喜欢沉默。是。宋小小。哎呀，就随便问问的。来，下一题。宋小小喜欢喝牛奶。是。宋小小喜欢看动漫。是。
宋小小喜欢开跑车。是。宋小小不喜欢吃。如果宋小小留下，那么消失的就是迟墨。不，我当然不希望迟墨消失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比迟墨那种人格有魅力，没想到竟然输给了他。宋小小，珍惜和聪明在一起的时间吧。聪明，你说如果今天是咱们的婚礼该多好。你穿着白色的婚纱，这个时候应该响起婚礼进行曲。哎，你还结婚进行曲，这是小苹果好吗？都可以开始跳广场舞了，广场舞大妈要开始跳舞了。聪明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不见了，那我就找你啊。那如果找不到呢？找不到？怎么会找不到呢？那我就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呗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听到低声后留言。老板，3年前老董事长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，车祸那天他把保险柜里所有的东西都取出来了，而且取消了业务。您收到我的留言，一定要马上跟我联系。谁呀？这是大清早。桃花，你开门去。谁呀？开门去。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我给你100块钱，不开门去。再加100。行，加100，加100。去。您是迟总还是？聪明他睡着了，把聪明放在你这个男闺蜜这儿，我才能放心。快！这大清早的，你们公司不开会啊？今天的宋小小是完全属于郝聪明的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打扰我们。我
我这外人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奇怪了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电话也打不通，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？哎，不会的。迟墨有时候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手机会关掉的。那可怎么办？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老板汇报。是石总托你查的事吗？金秘书，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，不如把文件给我，等石墨回来以后，我帮你给他。我自然信得过宋总助您，不过这份文件真的非常重要，请您务必要亲自交给老板。您放心，等他一回来，我马上给他。那既然这样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我送你吧。宋总助，就送到这儿吧，您就别送了。好的，那我送到这儿，待会儿注意点，到完以后给我电话。好的，您快回去吧。老板，您到哪儿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想放松一下，不太想处理公司的一些琐事，所以今天就关了一天手机，给自己放了一天的假。您是放假了，可把我急死了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不戴眼镜挺好看的？老板，您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没什么，只是以前我太少去发现身边的美好，对你们几个亲近我的人也是关心不够。也许是因为现在快离开了吧，总觉得身边的一切的人和事都会让我格外留恋。老板，你要去哪儿？不去哪儿？记住啊，以后不要再戴了。你回来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刚才金秘书来过，让我把这给你。假如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，而并不单单只是一个人的人格，你会比现在更爱我吗？你是会选我，还是会选迟墨？小小这个傻瓜，傻瓜！第一次在别墅舞会遇到的人是你，拥有我初吻的人是你，叫我好笨蛋的人是你，向我求婚的人也是你。你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回忆，我一直只会记得你。我不能再陪着你了。迟墨，我离开
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，而是因为你已经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。雨石戒指要是消磁了的话，迟墨就会被彻底治愈。这样一来，我的计划就可能会受到波及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迟墨如此轻易地被治愈。不要让他觉得孤单。迟墨，听着，我退出，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，而是因为你已经懂得了如何去爱一个人。答应我，如果我消失了，请代替我继续守护好聪明，好吗？不要让他觉得孤单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是在他心里哭泣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安慰他。聪明他喜欢网文，你要做他的读者，即使是难看。聪明他很喜欢你，这场赌局是我输了，愿赌服输。还有，以后没什么事儿，就别再叫我出来了。迟墨，你可别怪我把真相告诉郝聪明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迟墨，听着，我退出，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，而是因为你已经懂得了如何去爱一个人。答应我，如果我消失了，请代替我继续守护好聪明，好吗？不要让他觉得孤单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是在他心里哭泣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安慰他。聪明他喜欢我。如果有一天你要做他的读者，我不见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不见了，那我就找你啊。那如果找不到呢？找不到？怎么会找不到呢？那我就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呗。聪明虽然很笨，但是他吃醋的天赋是很厉害的。最后，永远不要离开他，因为我没有守住跟他的承诺，希望你能替我做到。原来是小小，你那天是来跟我告别的是吗？以后世界上就不会有宋小小这样一个人了，是吗？我就该学习告别，在你会幸福的那天，做最后的告别，对你再说一遍再见，守着相爱的誓言，从不能相恋，至少可以眷恋。